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双十连假各地头景点人拢塌塌甜。南投德山的指南境有民众指控一个查甫人摕手机甲查某偷翕，不过警察来查，这手机内底煞是无影片甲相片，确定是误会。有律师就提醒讲，这伫公开场所翕相就要注意，无经过人同意，可能会侵犯肖像权、妨害秘密等等的罪嫌。竟然甲男子围调的，毋但无互伊离开，还过来报警。原来这个男子被民众指控，疑似摕着手机对着其他的女子来偷翕。店家的老板发现，那后来就是他们要走了，后来那个老板就去跟那一群人讲。代志发生伫9号，南投德山指南宫，只了满满的人潮。不过民众指控，这个男子来到庙前已经几啊天啊，不过却被店家质疑，疑似摕着手机伫偷翕，被其他的民众围调不准离开。警方后来检视男子的手机并无发现偷翕的影片或者是相片。那一个拍的先生他就把他的那个手机给他看，他说他不是说真的偷拍他了，他是远远在拍他这样的可能是他看到说很漂亮的怎样。其实还是会觉得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，好像不太好。尽量不让人家去拍到我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的肖像权。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特别去注意说，我前面镜头里面会不会有人？未少民众表示，若是用手机翕相，会尽量避免翕到其他人之外；若是要对着特定的人士翕相，应该先取得对方的同意。律师表示，翕相进前应该注意，避免违反着刑法妨害秘密以及肖像权。每个人的五官长相都是肖像权的范围，受人格权保障，所以任何人没有经过别人允许偷拍别人的长相，这份是民事侵权行为。律师嘛说明，如果迄特定的人士，或者是透露无公开的活动，或者是隐私部位，才会涉及到妨害秘密的刑责。如果若是迄公开场合，或者是无特定的人士影像，应该是还未涉犯到刑责。不过，翕相进前，应该先询问对方的同意，避免引起相关的争议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